办法啦，嘿啊，真正无法度啊。我讲今天我尽力了，我真的是尽力。哦，刷一整排还行。哎，这椅啊可以照片，摕来这。不错哦，这是，嘿嘿嘿，嘿，哎呀，都安尼咩？哦，这是阮即摆，哎呀，一个场地啦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比较简易啦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笑我。好，就全部重来吧。哎呀，不错啦，有冷气。长尾袂歹哈，够有冷气嘞，对吧？哎呀，啊，没有柜子的啦，没有柜子的，就是比较简单。杨显没有被裁员啊，哎呀，比较简单啦，这样好不好？哎呀，安尼啦，安尼尔，无物件啊，就是安尼啊。我唔知要讲啥，差好多、哦。对，哎、我饮料帮我开出来。对啊，还好啦。我说真的，有一个场地可以直播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就是，哎呀，咱公间做人要知足啊。我最少有冷气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上无冇冷气，对吧？你敢要上镜？我才不要那么丑！你要叫我上镜，你嘛当我较水，迄天才来。1400人，哎呀，靠北，你干嘛一直笑？对啊，已经伫线顶啊。啊，哎呀，你开直播。我已经伫线顶，你搁我问讲我要上镜无？你嘛当我脸刚较水才来，啊你看，真笑的啦，很闹的哦。嗯，哎，所以各位朋友，感谢你们啦、你们就继续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会挺我的是铁粉的，刷铁粉2个字。是我铁粉的，先刷铁粉2个字啊，好不好？什么时候才会正式开卖哦？你们希望我什么时候开始卖？来就问一下啊，今日有恁开讲啊？哎呀，有凯蒂猫的枕头，那不是我的东西啦。哎呀，现在卖香水吗？没有，我今天没有，我今天晚一点看能不能卖吧。我还要再整理一些东西啊。哎呀，我慢慢来啦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是铁粉的刷铁粉啊，在哪里哦？我跟你说，嘘，不要了解太多。哎呀，哎，感谢各位铁粉，就这样录的吗？啊，对啊，就这样。会舍不得离开旧公司吗？一定会的啊。旧公司那边那么多都是，我说真的，我跟他们都很好啦。我就礼拜日那一天，我先跟你们说啊，礼拜六的时候，北迪跟他老婆佳佳2个人带我去一中街要请我吃饭，哦，礼拜六晚上的时候，佳佳跟北迪要请我吃饭呐、哎，礼拜日的时候，老邱跟巴拉龙要请我吃饭呐、对不对？我跟他们都很好啦，嘿啊，杨显也都跟我不错啊，都会打电话关心我啊，对吧？因大家拢会给我关心嘛，所以各位铁粉不要想太多，继续支持旧公司，好不好？哎呀、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你是在讲啥？你意思是讲我伫中华吗？不可能，我不伫中华。嗯。黄茶茶，你知道在哪里？查查这个查一下，恁老师会应该知。哪有可能？你敢会甲因是朋友？哦，哎呀，怎么很像戴妃直播团队女生的声音？不要乱讲，哪有？这怎么哪里像？乱讲，对不？哎呀。凯宾有天风现况吗？我跟天风现在没有联络呢，目前没有联络。对啊，哦，我都不敢打给你，没事啊，哎呀，我先跟你们说哦，很多人一直私讯我 IG 跟脸书，哦，
私讯我 ，IG 跟脸书一直说，凯宾你这样离开啊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需要帮忙吗？来，各位粉丝，真的谢谢你们，你们的心意我都有我都有看到，好不好？真的谢谢你们。哎呀，我没有天风近况啦，哎呀，我没有在光复路啦，卖我北药啦，王玉婷。哎呀，这什么路你知无？忠孝东路。无迄啊，林森北路啊。我这附近拢酒店啊，南来啊，做伙来，嘿啊。你重开公司哦。长中要爱茶米哦。这2天好不好？这2天我先准备一下。他是谁哦？嘿啊，不要讲太多了，嘿啊。你也都知道一些些。我没有在台北啊，卖个欧北药啊哦，大家讲一句，谢谢大家啦，真的谢谢大家。哎呀，其实我在新竹桃园交界了，新竹与桃园的交界，我不想再说这个地名了，就这样。新竹跟桃园的交界，懂吗？懂打懂啊！我前几天有看到天风逛逢甲，就是凯宾哥又买房子哦，中哲，你干嘛我就会刚好咖啡厨吗？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没有买房子啊。戒指辞职的人拿的吗？新来的小帮手，新来的小帮手干走的，好不好？我不是失业，是我自己辞职。各位朋友，你们不要去觉得说我被废掉什么，没有，其实讲白一点，是我自己说要离开的啦。哎呀，人一下在新竹，一下在桃园，你敢知影咱有车这种物件？埔尾就到啊，伫隔壁尔呢。新竹甲桃园伫隔壁尔呢，才过半点钟尔呢。哎呀，靠北啊，卖套话哦，你在套话哦，我看得出来你的套路哦。好啦，我知道你们都很想我啦，谢谢你们啦。哎呀，这种下班时间有1500人，不错呢，没歹呢。第一次看我直播哟，有机会可以大家办一个粉丝见面会啦，好不好？有机会的话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你们如果要找天风，你去追踪他的 IG 啊。猜到有礼物吗？当然没有啊，我现在很穷。哎呀，我现在很穷，不要削我，我连戒指都被干走了。对啊，看袂到啊，反正两天这条就袂掉，我讲真的，搁2-3天啦。那真的无法度，我就摕去卖掉，断掉。还搁爱手表啊？系啊，手表无法度卖啊，系啊，手表袂使卖，因为这绝版啊，搁卖掉无彩，对不？会再做公益吗？我跟你说，伟成哥，你问得非常好。今天我们如果能力够的话，取之社会，用于社会，当然是要做公益啊。为什么不做？能为这个社会尽量帮忙，就是尽量做啊，怎么可能不做？对不对？哎呀，刚下课了哈，来感谢瑞佑啦哈，感谢宝弟还在旧公司，宝弟本来就不是我们公司的人，宝弟本来就不是我们公司的人，哎呀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？有想要问的欢迎发问呐！哎呀，你有啥问题有想要问的，欢迎你们发问。谢谢轩轩呐，轩轩你好。吴牙峰的 IG 多少？我不知道。伊的 IG 拢英文数字我袂晓记啊，无记啊侪啊，哎呀。你们要多支持那个老邱啊，佳佳啦，你们一定要支持佳佳最近我看他有点没有什么信心啦。各位朋友，你们如果有支持我的，明天进去佳佳的直播台给他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打好，94佳佳 ，FB 搜寻94佳佳来，你拍起来我置顶，因为 FB 搜寻94佳佳，明天去鼓励他一下，好打好啦，好不好？恁讲好唔好啦？哎呀，小显贤哦，小显贤就是，对啊，哎呀，我都自己有办法，我都处理好了。哎呀，你的手刺青刺多久？2-3个月有吧？哎呀，
何时一起吃个饭？有机会的话，好不好？有机会做伙食饭。接下来要卖什么？我尽量是想要卖生活类，还有香水类，还有我几乎应该都会卖啦。哎呀，几乎都会卖。033，你再问一次，我没有看到你的问题。哎呀，车身很多，我就跟你说我在新竹与那个桃园的市区嘛。啊，这个本来就是。对吧？市区车原本就较济啊，对吧？你是无声哟？对啊，对啦，哎呀，你们可以明天去鼓励一下佳佳，好不好？拜托一下，哎呀，甲鼓励一下啦。FB 搜寻那个94佳佳，明天去鼓励一下他。我看他最近有点没什么信心啦，哎呀，太不习惯你在这里，恩大。不然我去高雄好了啦。你要给我场地吗？啊，恩大。对啊，你们再搜寻一下94佳佳，去追踪他一下，对吧？来，很多人一直想要我的签名照，想要我签名照的刷+6。来，有想要签名照的刷+6。李欣你好啊，李欣你好啊，哎呀，想要签名照刷+6。杨梅酒店不少，中立更多，越来越帅，哪有帅？都为了帅啊，没帅啦。哎呀，你们要常常去旧公司鼓励一下他们啦。啊，当然啦，我跟你们说了，其实我有机会的话，我也会回去找他们啦。哎呀，我跟他们是很和平的分开，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你听我讲的意思不？懂我意思吗？哎呀，都是好朋友，只是说我现在目前就是不想再彰化了。哎呀，我太多事情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最近发生很多事啊。第一件事情，天风的事情造成，因为我说真的啦，我是不是有答应你们说天风不乱封锁别人，不乱哑，不乱骂别人？可是他不受我的控制，也不听我的话，伊甲恁教。迄变做是我的信用会拍歹去嘛，对不？第一点是天风的代志，我足难过的啦，很难过啦。第二点，老师的事情，你们都知道，老师的事情上社会新闻，我要背多少舆论压力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我个人要背多少舆论压力？有没有这个道理？第三点。哎呀，还有，哎呀，就不知道怎么说啊，就去世了。哎呀，你们懂的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小帮手干走戒指？没有，我的戒指被偷走了。然后我们公司有帮我调到监视器啦。哎呀，其实你这样为天风值得吗？我问你们好不好？各位朋友，我只是一个诚心诚意的发问啊，好不好？我诚心诚意跟你问哦，如果今天因为我帮忙，天风真的有改变、有进步，然后也慢慢导正，那创造一个家庭不会四处去跟人家借钱而负债，你们觉得值得吗？虽然赚钱的不是我。我觉得值得，因为这就是我们台湾的核心价值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台湾最注重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。那如果让我觉得说我跟你这个朋友没办法相处，没办法，你不值得我付出的时候，我就都不要了。哎呀，我的拢不爱啊，我的什么拢不爱啊。你听我讲的意思无？对啊，天风被开除了，那请问他现在做什么？我不知道我唔知影讲伊在做啥，系啊。那个去世那个，其实我很自责啊，坦白说，因为
我很自责的关系，所以我2个礼拜没有直播啦。你听我讲的意思哦？哎呀，主要是这样啊。哎呀，我就是因为讲我感觉就自责的。其实我应该要很早就要知道这些美美嘎嘎的事情，可是我没有去注意啊。哎呀，就这样，自责你听有无？什么趋势哦？趋势你们如果不知道的人就不要再知道了。哎呀，就不要再说了，因为圆满了啦，都圆满了哦，一切都圆满了。哎呀，说实在话，精神上支持旧公司，金钱上支持你。我跟你说啦，那个 L 大旧公司如果有任何产品你们有喜欢，你们都可以跟他买。不要说因为支持谁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可以支持一下旧公司都可以。哎呀，其实我是因为那个自责开始，我都没有直播啦。哎呀，就这样。对啊，是在帮助一个家庭。其实我本身认识我的人，了解我比较久的，有看我直播比较久的人都知道。我本身在做直播，我在做直播的时阵，我拢会尽量去甲弱势团体帮忙，商家帮忙。有些人没有办法申请到补助的，我会去帮忙。也会去帮忙那个，也会去帮忙那种。敢要讲遐济？那个屏东小学啦，那个营养午餐，低收入户伊请袂出来，营养午餐伊就无啊。那个我都会去帮忙，好不好？各位朋友，莫讲话哦，莫讲话哦。莫讲话。其实我都会去帮忙啊。我尽量安尼去甲人斗相共啊。老邱跟我做很久了，他知道啊。老邱也都会陪着我去帮忙一些弱势啊。所以我说真的，我们有时候有能力的时候，多帮助这个社会啦。不一定讲好人爱有好报，不一定，只是说你有能力的时候，钱财的东西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今天拥有20亿，你花不完，你没个屁用啊！没用啊，懂我意思吗？胡凯斌先生，请记得要纳税哦。北区税务组关心你，你放心哦，我会去登记的，好不好？我会来北部这边去登记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还没开始做直播，也不用请你去操这个心。我们所有的事情，我们会依照，我们国税局，我们这个在地的地方，依照他们当地的政府，还是公家机关，依照他们的法令来执行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也谢谢你的关心啦，谢谢你的关心啦，就是安尼啦。你讲的这我知啦，我会处理，好不好？呱在干嘛？我叫他去帮我整理货。帮我整理货啦。香瓜你好啊，香瓜。我们台湾最重要的核心价值，就是人情味啦。很多人一直私讯我说，凯斌，我看你这样离开，我很舍不得旧公司怎么这样？错了，错了，不要这样想，好不好？是我的问题。我是因为天风才认识你们公司，才跟你们买东西的。SEANSU 大哥，谢谢你啊！S 大那个，我之前有听转说你要约我们去吃饭，在北部，对不对 ？S 大，我说真的，虽然我离开了，可是我们答应你的事情还是要做到。我们找一天，我找阿全他们，我们一起吃个饭。S 大 OK 打 OK， OK 打 OK 啦。
有考虑让呱呱呱上正音班吗？伊叫常伟，你莫一直叫伊呱呱呱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当初不应该叫天风来整个直播团队黑掉，哎，可惜了。怎么说？既然选择要帮助一个人，哎呀造成了一些后果，我们也是要承担嘛，对不对？是咪安尼讲？老师伤冲啊啦，系啊，老师真正家己感情的代志，我嘛无法度处理。哎呀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，都可以问啊。其实有没有改变，你看得出来。其实天风改很多啊，只是有些人不放过他。其实现在多说无益啊，讲迄拢已经无效啊。为什么你知无？离开嘛离开啊，系啊，讲迄拢已经于事无补了啦。对啊。跟李人有联络吗？没有联络。哦，没有联络。来，重新开始，离天风原点，我会继续支持你。明一哥，谢谢啦，还是谢谢你们啦。嘿啊，公司不知道少了你的严重性吗？知道啊，单纯性真的，公司没有我是真的是蛮严重的啦。可是，在这种这么严重、这么刻苦的情况下，你们是不是应该更要支持旧公司？对不对？后悔请天风吗？不后悔。哎呀，没后悔。刚好我顶来选一届，我嘛是会安尼做啦。为什么？想要帮助任何人，不是说看眼前的利益，不是说看今天这个人进来我的团队会不会害整个团队死掉，我就不帮助他。这就是我们帮助人的一个起点嘛，对不？你听我讲意思不？哎呀，狼人包发生什么事？没有发生事情啊，跟你们聊天而已。哎呀，可以卖芬迪的怪兽手拿吗？没有啦，我没有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志伟哥怎么了？江志伟，你再打一次，回答你什么问题？没关系，你说。有考虑找猪头敏网红来站台吗？没有，没有考虑。哎呀，安尼嘞，无什么问题啊嘛。哦，杨显是不是亲兄弟？长得蛮像的，不是杨显不是我亲兄弟，可是杨显跟我做很久了。他退伍之后跟我一起做直播，做蛮久的。做什么代志拢有正反两面啦。我今日出来外口嘛有正反两面啦，对不？我讲安尼敢无道理？过去就过去啊，咱顶来就好啊。凯宾新的团队在哪里？新的团队在新竹与桃园的交界。那成员有谁？只有我跟常伟，目前只有我们2个。我应该会在当地请人啦，我会请人，好不好？来，安尼无什么代志，我就要关掉啊。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想要发问的？还有什么事情想要问的吗？常委有换手机号码吗？我不知道呢。你敢问好不好？你敢问啊？江志伟，你打啊，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。对啊，再给你们看一下我新的直播场地，够恁看者。安尼啦，就安尼尔啦。就这样了，不要嫌弃我，给我时间呐，给我时间，辛苦是不会辛苦啦，辛苦不会辛苦，我给你先过，未来还有天风吗？当然没有啊，没有天风的啦，没天风啊。什么槟榔汤啊？你在讲啥？我别讲。对啊，你讲我即摆要开槟榔道，
会使吗？无我来开槟榔汤好啊。我可以开槟榔汤吗？可以吗？哎呀，你们要多支持老邱啊！老邱嘛就辛苦的啦。哎呀，啊，有没有什么事情？你若唔讲我咧做工地，还是咧做工地呢？对无？什么槟榔塔？我咧做工地，你是咧？对不？可以吗？我可以做这个吗？食品类应该会哦，我觉得我会卖食品类，嘿，我会卖食品类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我直播先关掉，我忙一下，我忙一下啊，继续支持一下阿转啊、老邱啊，还有我们的佳佳，好不好？那希望各位朋友继续支持我们，谢谢啦，哎呀，真正感谢啦，好不好？支持你把旧公司买回来，无啦，不要讲，其实。不要紧啦，顺其自然啦，好不好？顺其自然。来，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昨天老邱快哭了，不要讲，我跟老邱嘛做要一年啊，一时之间发生遮济代志，伊嘛唔甘嘛，系啊，大家拢用心咧交配咧做朋友的，一定是加加减减嘛。我嘛唔甘遮个人，我嘛唔甘因安尼。我甲佳佳因拢足好诶，我嘛唔甘因啊，对无？系啊，阿全伫公司嘛做拍拼诶啊。对啊，好了，哎呀，还有张 A 啊，你们还要支持张 A 没有错啦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朋友，我直播先关掉，我先去。